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6月19公視第2台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做伙來關心今仔日的新聞重點。今仔日是5日節，淡水清水組施繞境3點起工，台中鐵店山、屏東新園攏有出午時水的活動。彰化到台北落大雨，新北新店一搭社區山壁崩落來，汽車、奧多擺出來，當機具斷咧搶修。中國向用防疫機，佇咧台灣的東部海峽做海洋調查，海巡署批評中國利用研究迫害區域和平。今仔日就是5日節，淡水大拜拜，今仔日也起工啊！這個傳承瓦壩東的清水組施繞境是逐冬地方的大代誌，嘛是新北市的無形文化資產。頭拄只下晡3點是已經起行。這繞境的重點，其中一個活動的重點，就是下暗的暗訪，還有明仔載的日巡。時到這人的真濟，淡水的市區的交通管制。淡水舊街仔沿路開始鬧熱，現場已經有真濟民眾提早到位，要來看淡水清水岩清水組施也繞境活動，也就是一般咱在講的淡水大拜拜。因為明仔載就是伊個做出工作的生日啦吼，都我們就因為人會較濟啦，所以我們今日提早來拜拜安尼。按新竹，有按彰化，然後按嘉義。比方講，淡水大拜拜繞境活動已經傳承100年，是淡水地方逐年的大代誌，也是新北市的無形文化資產。繞境活動逐年佇舊年5月15、5日節舉辦暗訪、設立辦日巡，透過新民出巡，保庇地方的平安。今年佇19、20連續辦2天。安那廟裡的人是一家吵，工作人員嘛開始咧無用準備。阮即擺要出去的就是老三組咧準備嘛吼，老三組頭1點半就要出去安曙峰，嘿，然後3點阮的老組，應該是講2組、紅來組、大組，同重要的紅來老組要開始出巡。清水組施繞境佇下晡3點起行，上特別的是暗暝舉辦的暗訪。清水組施的穿領頂頭繞境，消災解厄，發生的吸引濟信眾來參與。另外配合繞境的活動，淡水市區19到20部分路段會實施交通管制，禁止唔是淡水市區住戶車輛入來，公車路線嘛會改道，要來參加的民眾都要特別注意。記者郭金陽、王志剛淡水報道。外口即陣的日頭真炎，氣象署是講刷落來規禮拜攏是好天。因若是今仔日早起8點，關島的海面是有一粒熱帶性的低氣壓形成，可能有時會成做今年第7號風颱米克拉，敢會影響到咱台灣，要愛觀察。拜五是5日節連假的頭一天，各地天氣攏真燒熱。氣象署講，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刷落來規禮拜全台灣攏是多雲到好天，不過部分地區要是落一寡西北風。今天的部分還是有一些午後雷陣雨的情況，包括中部以北山區、東半部的山區，以及大海北地區跟宜蘭地區，可能還是有局部午後雷陣雨的狀況。連假的後2天，太平洋高壓會再更強盛一些，甚至下周1到下周4這段期間，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午後雷陣雨的範圍也都是比較減少的。只有在少部分的山區有一些零星午後雷陣雨。氣象署表示，自拜五開始，因為各地落雨的幾率較少，所以各地氣溫會加較懸。尤其是湘北地區、中南部外山區、甲花東暢國，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氣象署提醒，長時間佇外口做事，也是出門去佚佗的民眾，愛記得防曬、加啉水。今天我們有發布高溫資訊，主要在中南部的金山區、大台北地區，還有在花東縱谷跟台東可能有局部焚風的狀況。這些有亮燈的地方呢，就是有局部36度高溫發生的幾率。其實未來1週溫度都還是比較偏高的，各地的高溫都來到33到36度左右哦。那尤其在局部的地區，可能會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溫的情況。另外，氣象署也指出，拜五早起8點，佇關島的海面有形成一個新的熱帶性低氣壓，可能會變成今年的第7號風颱米克拉。若風颱未來實際行駛的路線，強度敢會閣增加？氣象署表示會繼續觀察。記者郭友基、曾俊佑台北報道。彰過到大台北落大雨，這新北的新店一搭社區外口，就這山壁是規片崩落來，大概有20公尺長、30公尺深，也閣有幾台這汽車、奧多擺是對咧厝內山坎。這當機具是已經佇咧現場封路搶修，菜市館更佮伊停咧，看攀布，防止若是閣落雨，土馬會乾水。預計是3天內完成初步的施工。
山腳土石開始落，熊熊大落海，土石攏崩落，原地放的汽車、奧多擺全部攏對咧落去。雨下很大啊，雨下很大，就是它含水量一多的話，它就是整個突然一瞬間就崩下去了。等來到現場，新北市新店新埔一街5台汽車、奧多擺掉佇咧山壁崩落的所在，現場看到是真驚人，遠遠看過去。會當看到崩落的面積是真大，長有20公尺，深有30公尺，雨住戶心膽膽。下去那個市區的話，後面還有長春路啦，當然是一定會比較不方便一些。你要往台北這邊是最方便的，放大都沒有辦法。因為社區大樓就佇咧崩落的邊啊，住戶接到通知，佇咧同期區入去了後，就會封路趕緊搶修，透早就趕緊佇咧刷車。也那崩落的所在下骹的道路嘛，同款實施道路管制。路旁的停車空間整片土地塌陷消失，原本停放的機車與汽車也跟着滑落。而且整片土石向下滑落，為了安全起見，現在下方道路也已進行管制。市府相關單位透暝佇咧施工，嘛用篷布砍掉咧，詳時啟動監控機制，觀測山腳的變化。邊坡已經帆布先遮蓋起來，然後也裝設這個傾斜儀啊，哈，就是說如果有影響那個每10分鐘，就是這個建築物有沒有位移哈，都會知道。水溝本身哦，可能有些滲漏的現象，那加上近日的豪大雨呢，產生一個瞬間的崩滑，極有可能這個道路以及下邊坡的是屬於回填土。十八這個事故，經過專家的判斷，無排除是過道了後落雨的關係，甚至佫發現現場的土質是真脆弱，就要趕緊搶修防護，防止災害擴大。記者綜合報道。51日的連假開始啊，袂少人是規劃要去宜蘭佚佗。不過最近這食毒塞車的問題是更嚴重。頂一日是有這宜蘭的警察要把這食毒騎車嫌犯抓落來，煞去互伊弄着傷。只講宜蘭的警方這陣就佇咧風景看景點，加強查食毒塞車。馬娘船比賽佇宜蘭東山河鬧熱起鼓，5日第3天連假，宜蘭吸引袂少的遊客來佚佗。不過警方唔敢歇困，加強臨檢勤務。因為最近全國食毒塞車害死人的事件一直有，加上宜蘭連假這段時間會有真儕車輛遊客，為着要避免燒傷的案件發生，警方希望透過增加臨檢的頻率，防止食毒塞車的現象。將有大量旅遊人車潮湧入本縣，為遏止毒駕違規行為。本局配合警政署啟動全國取締毒駕專案勤務。警方佇深夜巡邏，嘛查到真儕涉嫌食毒塞車的人，有查某人騎奧多擺，互警察抓落來，佫不服騎車要弄警察。宜蘭警方最近查到2件食毒塞車的案件，經過毒品的快篩，攏是陽性，以妨害公務、公共危險罪等等的罪嫌上班。記者綜合報道。也那台南昨日警方是佇咧安南區安中路一段，發覺有一個查甫人咧騎車轉來轉去，甲抓落來就隨查到安非他命。也那另外，這台南的觀光區，親像是赤崁樓甲海岸路，這附近的電火條啊，是去互人烏白打真濟甲毒品有關係的大抓，市府要嚴辦。一個姓林的查甫人，昨日下晡騎奧多擺載朋友經過台南安南區安中路一段，互咧巡的警察看到伊騎車撇過來撇過去，在路騎車那舊咧說，當場互執行勤務的警察查落來看。不過這個查甫人就假無意停車，後一秒煞油門吹落去，拼勢要旋走，當場互人扣落車壓制。過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長因為砸車造成骹手刺傷，有送病院。落尾警方佇當場查到第2級毒品安非他命3包，含相關工具等證物。經初步檢驗，駕駛及同行男子檢體均呈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及公共危險罪嫌偵辦移送。但日前法務部才審議通過，要甲俗稱喪屍分段的第2級毒品依托米子等新型毒品改做是第1級毒品，全面要重罰。無意外，台南的觀光熱區赤崁樓和海岸路這帶，卻出現真濟真搞怪大抓，變連箱電火條，互人大隻寫南無依托米子的拿式大抓，甲毒品摕來公生笑，在讓必須安尼會重創府城的觀光形象。這東西其實是新的毒品，他再來會覺得說，我們這樣都實在很有礙觀瞻，有礙市容，真的覺得說不應該，這個東西應該把它消除掉才對。對觀光客、外國遊客來台南來講，其實都是不好的行銷。
希望台南市政府可以做一些相對應的措施。針對觀光區互人惡意打擊毒品的相關大抓，台南市政府強調，這款無經過申請、家己大主大爺廣告，甚至迫害公務行為，攏已經犯法。因後續會加強稽查，嘛依法當法，嘛呼籲大家要愛有公德心，愛護城市的環境。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新竹市昨下晡有駕駛駛南麥空車經過承德路路口，懷疑是因為駛了上過緊轉冰車，車是規隻地對迄陣咧等紅燈的奧多麥迄邊過，加在這三個車面就是走的戶，簡單輕傷。監視器畫面中，南麥空車準備轉彎，技術速度傷緊，規台車失去重心，當場冰車邊仔有3台等咧等紅燈的奧多麥，騎車民眾看到趕緊走閃，好佳在只受到輕傷。剛好有3台摩托車倒下去，好在沒有壓到，只有一個歐力上受傷，已經就醫。現場就是一台一般普通車，然後跟3輛的摩托車，然後其中有2人。有送醫，一個是一般民車的駕駛，另外一個是摩托車的騎士，另2名摩托車騎士是沒有受傷。代志發生禮拜四下晡，新竹市的承德路路口，南麥空車駕駛是25歲姓郭的查甫，冰車了，車頂的南麥空就直接流去大路，消局趕緊通知清潔隊到場協助處理。經本隊同仁到場處理，確認肇事駕駛駕籍正常，無酒濃酒氣。警方在此呼籲各用路人行經路口時務必減速慢行，以免發生交通事故。經初步調查，南麥空車駕駛並無飲酒，事故原因技術是因為轉彎控制無好，才會冰車。好佳在迄時騎車的民眾反應有夠緊，才無造成重大傷亡。記者劉君和新竹報道。講到大車的風險，高雄的小港第2路甲大業北路，這大車是真濟。大車咧轉彎的時，這輪仔是時常掃向機車台轉區的方向。不過市府是回應講，咧畫台轉區時是已經有特別閃開啊，還有這大車駕駛若經過路口，就愛放慢，莫硬要切過。另外，這高雄的輕鐵總是有這轎車，那像是為着要閃過路人，怎撞落軌道內底卡條咧，影響到列車運轉點半鐘。甲奧多擺停佇咧台轉格，行遐甲一直退後，因為真濟像拖棒車這種大車，佇咧正彎的時陣，因為內輪差的關係，大車的後輪會直接對着台轉格，若無退後，就可能會去用弄到。太出去，因為大車在轉彎的角度非常大，而且它那個待轉區太出去，如果轉彎的車要轉過去右轉的時候，可能會卡到那些機車。佇咧高雄小港台2路，還有大業北路，民眾這支畫設的位置無好，市府就解說，這個路段有真濟轎車直行，奧多擺買正彎的特性，台轉的車價已經先買正彎的車，研判是大隻車的駕駛駛車習慣愛調整。在網絡中影片可見，長連結車以較高車速過彎，並有右切西瓜的現象，影響待轉區的空間。交通局在此呼籲大貨車駕駛路口右轉時應減速慢行。佇咧5日節進前，高雄今天嘛出現交通事故，一個為外地來的76歲查甫人，18暗時駛車經過高雄市鼓山區，疑似要閃過路人，甲車駛去輕鐵鐵軌路頂頭，結果車起30度卡掉咧。人才身外物現在我沒有撞人，我行控中心通報拖吊業者前往處理。高雄輕軌變更營運模式，改為局部運轉。高雄捷運的回應，迄時車調佇咧48到49站之間的鐵軌路，影響列車的通行。了後經過吊車業者協助，甲吊隨車輛調離開，影響點半鐘。事故無造成人員的受傷，不過已經影響鐵軌路的運行。警方嘛依照違反大眾捷運法，甲這個查甫人告發，相關會當罰7500塊的罰金。記者綜合報道。又閣有中國海警船小想要裝入金門的限制水域，這回有4隻，而且中國閣公告因的驅航研究船向陽紅22，是連續3天佇咧台灣的東部海域做海洋調查。海巡署是派艦士艦來監控，批評這中國利用航行甲驅航研究來做借口，迫害區域和平。你未經許可進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動已影響我國海域秩序及安全。請立即轉向。5月最進前，4台中國海警船，佫想要裝入來金門禁限制水域，佫調降加船隻的自動辨識系統關起，暗砍行蹤，讓海巡放上驅趕，雙方經2點外鐘。
中國自然資源部18日公告，因的科學研究船向陽紅22連續3天在台灣東部海峽進行海洋環境調查，要全面了解管轄海峽的自然生態狀況。是之前中國以日本、菲律賓EEZ談判做理由，派幾多台軍艦釣，擱再侵擾咱東部海峽。海海和平攸關全球經濟的穩定及科技產業的命脈，一旦發生衝突，你方將會受到世界的制裁。海巡派攔阻艦並行監控，叫中國不應該破壞大海和平，也全程掌控向陽紅22的動態。學者認為，中國最近對咱東部海峽動作真多，是想要形成近海治理的模式。他會希望用頻繁各種不同的船隻出現在這一邊，對我們造成一個壓力。水下的一個水文調查，會對於他進行這一個潛艦的作戰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資料。中國威脅愈來愈嚴重，駐美國代表吳大雷接受美聯社專訪時陣講，台灣需要買美國的武器，增加咱自我防禦的能力。We are aware that we need to defend our homeland because it's our responsibility. So we will not wait and depend for the U.S. cavalry to come and save us. So that's why we're willing to acquire, to buy U.S. equipment and arms to make ourselves stronger. 吳大雷講，咱尊重美國審議軍事法的程序，也相信美國對台灣的安全程度無改變，也講台灣會繼續增加國防預算，展現咱國防自主的決心。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消息來看，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在比利時北約峰頂會議批評歐洲國家，講美國甲伊朗起衝突的是因選唔協作。赫格塞斯閣宣布講，美國是要重新評估美軍在歐洲的部署規模。Announcing today a 6-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that will examine America's force posture and basing in Europe. Up to 6 months, could be less. Let's call it the NATO 3.0 review. 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18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北約總部舉行的北約峰頂會議，警告歐洲國家，宣布要重新檢視美軍在歐洲的軍事部署加基地現出現的狀況。赫格塞斯講，美國為了要應付伊朗的威脅，在歐洲盟友鬥相共的時陣，有真濟國家拒絕抹擦，甚至公開批評美國。伊講，這種態度讓人感覺見笑。強調歐洲不應該是美國的附屬國家，而是強大軍事力量。Too many allies still don't recognize the historic need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clear to them and to NATO itself to reforge a relevant, powerful military alliance. As President Trump put it, and rightfully so, he gave our allies a test to support America when we asked for their help, and too many failed it. 對美國攏無個人民主的公開批評，佫提出兵力的威脅。北約秘書長呂特講，北約正經歷史上上大的轉型期，也同意赫格塞斯重新啟動軍事聯盟的講法。On that, we all agree. We heard the U.S. announcement to review force posture in Europe. In today's dynamic security environment, I think it is prudent to ensure NATO's forces are optimally arrayed to deter conflict and, if necessary, to defend against any threat. 在這馬美國政策改變，態度正強，叫歐盟愛承擔國家在自我防禦的責任。以後北約在歐洲的兵力結構加戰略布局，恐驚會有正大的變化。公司新聞鄭偉林編輯。古巴18是推動自1959年共產革命以來上界大經濟轉型，國會全票通過免200項自由市場的改革法案，允准房地產私人化。國營的企業會當用股份的制度，甚至是開放外資私人銀行來進駐。這變動會這麼大，主要都是因為美國制裁，因為政府都愛想盡辦法挽救經濟。古巴全國人民權力大會頂頭，議員照拍撲啊通過歷史性的法案，包括176項經濟改革的方案，得到共產黨中央也有95歲前領導人勞爾卡斯楚的支持。這則是古巴自1959年革命以來上深刻的市場化轉型。En el empeño de corregir errores e insuficiencias, a la par que enfrentamos el cerco externo, hemos acordado emprender la siempre dedicada misión de abrir aún más la economía con prioridad para los cubanos residentes o no
en el país. 古巴會去用強迫行這條去用看作是極端的自由市場之路，是因為內外攏學生活的生存危機。因為美國禁止燃料運送，古巴爆發30多點鐘傷害性的大停電，糧食、藥啊攏欠缺。聯合國官員甚至閣警告，已經有囡仔因為欠藥啊來死亡。為着省油，在地火車嘛為一禮拜3班，減到16天1班。Para regresar a ver la familia, dicen ellos que es en caso de apuro de muerte, de no sé qué cosa, pero no va a haber más tren por ahora hasta que no sea, ¿cómo se llama? Con la nueva ley esa que ellos pusieron ahora. 百姓的生活是足艱苦，別甲古巴政府展開真大改革方案，核心的內容包括頭一擺開放私有房地產的開發，豆豆啊，甲國營的企業擁有股份的制度，允准私人經營的銀行入來，而且取消私人的企業上濟敢若會當請100個人的限制。雖望哈瓦那政府講這是一項自主變法，不過佇咧美國的眼中，恐驚這敢若是和資本主義徛同邊的選擇。Fundamentally in Cuba, it is a system that hasn't worked. They can't make any money. Their economy is frankly probably in worse shape than the Iranian economy. 美國雖望破冷水，不過副總統范斯嘛講，兩國嘅關係無排除有改善嘅空間。也若古巴決定把市場嘅大門拍開，敢會當真正省到資金，挽救經濟？答案還閣愛交互時間來驗證。公視新聞4派選編譯。來看烏克蘭是對羅西亞首都莫斯科發動開戰以來上界大規模的無人機攻擊，轟炸一間煉油廠，造成17個人受傷，4個國際機場嘛趕緊關起來。烏克蘭是強調講，因就是要保護羅西亞，攻擊因的世界遺產，幾乎受到厭。10月透早，羅西亞首都莫斯科東南部卡波特尼亞的莫斯科煉油廠，互烏克蘭無人機攻擊了後，產大量的烏煙，另外石油泡甲柴油等等物質也淹甲規世界。附近的居民講，袂輸是咧落烏雨，這波攻擊也互17個人受傷。莫斯科4座國際機場也關起來，500多個航班受到影響。Напуганные,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напуганные. Проснулись от того, что гремело все. Вышли погулять, темно, горит все.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страшно. 烏克蘭這波對羅西亞的攻擊，攏總出動約1000架的無人機，是雙方開戰了後規模上界大的一屆。其中約200架是鎖定莫斯科甲周邊的地區。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18去參加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北約會議的時，有強調講，羅西亞進前崩派互聯合國列作是世界文化遺產，有約1000棟歷史的基輔洞窟受到厭。這波攻擊就是烏克蘭的報復行動，同時也要互羅西亞民眾感受到戰爭的恐怖。But Putin is not stopping this war. He insists on continuing it, so the pressure must grow. 澤倫斯基當講也甲記者嘅群組傳一段語音嘅信息。Але якщо буде палати Україна, буде палати ваша Москва. Тому ми ще раз підкреслюємо, що час закінчити агресію, час закінчити цю війну. 澤倫斯基18佇布魯塞爾攏總參加5場重要的會議，其中包括甲北約後面領袖的會議。真濟個國防部長承諾會協助強化烏克蘭的防空能力。也若烏克蘭加入後面的談判也有進展。另外18當講，羅西亞總統普丁參加主辦的東協峰會，外交部長針對這個攻擊，強調會繼續對烏克蘭展開定期大規模的報復行動。公視新聞景冠瓊編譯。5日這台股無開盤，昨個收盤是46465點，創新高。台指期夜盤也衝到47565點。台股的市場這時代的成長是排全世界第5，已經強要入到第4名的香港啊。不過專家也提醒講，大眾對台灣產業的期待真懸，這市場的預估價值可能是偏較懸，都要注意變動。台股最近氣勢當前，5日這連假進前18收盤起到46465點的新高，台指期夜盤也延續氣勢，開價46751點了後，盤中烏平紅收盤47565點。亞洲其他的股市19日經指數開懸71551點，韓國綜合國際指數也開懸9288點。最近亞洲各個市場攏和 AI 商機帶起來，各界攏關注台股敢是用這屆衝起來全球第4名。是有機會會往上去做挑戰啦。那我覺得其實後續要看的基本上就是權值股的表現。香港股市的結構其實本來就是以
金融跟地產為主啊。科技類股在香港的市場當中，過去其實一直並不吃香。目前全球股市高達上大市場是美國，差不多75到79兆的美金，第二名是中國15兆美金，刷落去是日本有8.6兆的美金。香港若干那算證券市場主板，差不多是5.9兆的美金，那台灣淨是5.1兆的美金。不過專家也提醒，全球股市因為美談判的情緒起懸，另外外界對台灣產業的高度期待，也讓市場的股價偏懸，要繼續注意未來的變數。金管會是不是有去檢查了？這個我不曉得。但是中央銀行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是注意而已。十八央行也特別點出證券融資成長的狀況，強調台灣經濟基本面真好，不過信用擴張的情況要密切注意。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全球名目 GDP 的排名，台灣在第22名，9767億美金。若是未來超過波蘭1.13兆，瑞士1.15兆，就會當徛起全球前20名。4到5年內可能會往15名、16名這個位置推進。AI 的產業革命，它會持續好一陣子。台幣走強的話，那麼對於 GDP 的計算會更有利。總體經濟學家分析，台灣總體經濟親像是水球啊抓斷點，實體經濟甲投資市場雙雙攏是正向的爆發性成長。不過，佫需要關注能源自主性、人才欠缺等等的問題，才有長遠的成長。記者綜合報道。央行昨宣布利率無被調整，是已經連續9屆無變動啊。另外，在房市的信用管制也暫時無要改，維持政策利率不變。國內上升利率決策，央行維持不變，政策現率依然是年成2%，連9擺無起，擔保放款用通利率加短期用通利率也攏無調整。不過第2擺，理監事會議內底有2個理事認為，因為通膨因素，即嘛是成立小好時機。其他理事大部分建議利率賣起。這一次呢，我們維持利率不變呢，是我們還是蠻 comfortable。當然，這個呢，我們還要在9月份、在12月份。再重新做一個 focus 的還有參考其他的機構對我們台灣通膨的一個預測。基本上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就是說有那個升息的那個了哈，還是要 data dependent。考慮人工智慧相關投資一直增加，央行上調台灣經濟成長率為7.28%調懸到9.45%，對 CPI 年成率為1.80%上修到1.91%。不過，進前央行總裁楊慶龍8日預先透露，選擇性信用管制就到這引起外界理解，管制會進一步放寬。針對外界講法，央行正式回應，依然繼續維持選擇性信用管制，無增加也無放寬。我們的選擇性信用管制呢，我們是維持。我們的民眾看漲房市的預期心理呢，還是仍然是人緩了哈。房市交易降溫，房價漲勢減緩，但是呢，我們國內的房價修正有限，民眾購物的負擔呢仍重。針對最近台股交易正熱，民眾擴大借貸做理財，和全體銀行個人理財周轉金貸款也有明顯證券機會，甲金融輔助業投資融資明顯成長。央行話聲，銀行要特別注意信用擴張甲風險控管。中央銀行的立場來看的話呢，我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密切的注意那資訊的一個掌握，包括我們去要跟聯徵啊，要哪些的資料啊，我們會希望我們來更進一步的來掌握這個信用擴張的一個問題。央金龍認為，股市這是因為大家對 AI 題材甲科技業有興趣，目前經濟基本面真好，所以才會調懸 GDP。不過股市是不是過熱，金管會會繼續密切的注意。記者綜合報道。《蘋果日報》1995年6月20日佇香港創刊，2003年發展來台灣。真可惜，這5檔正是已經收起來啊。香港的媒體推廣者今仔日是佇台灣舉辦《蘋果日報》特展，要讓大眾看到香港的媒體是安怎對歡迎，到這陣受到中國的打壓。推廣者是希望講，讓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延續落去。
報紙頂頭寫着大大的再會。2021年5月17日，台灣蘋果日報發行最後一份紙本的報紙。蘋果日報2003年5月初離來台灣，延過1995年6月20日就佇咧香港創刊，記錄香港自媒體正興的時代，一直行到主權移交中國了後的發展史。26年的蘋果日報佇2021年6月20日結束。因為剛好是5年，然後就是回顧一下，過去就是蘋果日報就是報道過什麼的新聞，還有海報，比如說那些漫畫都有，就是很多文化面向的藝術面向的都有。大篇報道迄當陣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徹底引退，加政權交予習近平的新聞。蘋果日報定定用大篇的圖文，而且正敢講，追求言論自由的精神，佇台灣加香港兩個所在攏正出名。包括前總統陳水扁互人掠去關的新聞也有報道。2014年雨傘運動，香港蘋果日報就甲現場的情形報道給大家知。雨傘運動的時候，有很多支持政府、反對蘋果的民眾就包圍整個蘋果大樓，用着吊臂把報紙吊出去，運到貨車上面，然後再送到市區去賣。推廣者強調，建立咧民主自由的台灣辦蘋果日報特點，是希望會當保存歷史，互民眾責任見證香港對英國殖民時代到主權移交，甚至自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的重要歷史報道甲文物，客觀地展現歷史，和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會當繼續落去。記者綜合報道。地方消息來看，家己去5月底有檳榔檔去互一個13歲少年人搶劫。這個嫌犯是去到檳榔檔假造要買物件，雄雄就用這嫌球仔做攻擊店員，搶到物件走了後，佫隨翻頭搶第二屆。警方是半點鐘內就抓到人。嫌犯佇檳榔檔假造要買物件，雄雄摕番仔強水攻擊店員，搶到物件了後離開，店員趕緊打電話報警察，才拄甲門鎖咧。嫌犯煞佫翻頭轉來，唔但將門斬無害，佫來搶第二擺。警方接到報案了後，佇半點鐘內就抓到人。用那個辣椒水跟人家噴，沒有辦法抵抗，這個算是強盜，還進來2次，還一個把風，這種罪行很重啊，他不曉得嚴重性。這是家己去5月20日暝尾的時陣，佇民生南路發生的檳榔檔搶案，警方接到報案，按照店員提供的線索，連面將2名少年嫌犯抓到。專案以涉嫌強盜罪移送少年法庭審理。涉案少年持辣椒水攻擊店員後，趁機取走櫃台現金逃逸。那警方迅速於8分鐘內在案發地點周邊查獲2名涉案少年，並起獲部分贓款、辣椒水及相關證物。那全案依涉嫌強盜罪移送少年法庭審理。根據警方調查，嫌犯會講翻頭搶第二擺，就是因為第一屆無搶到錢。2位未成年的嫌犯搶錢的才13歲，另外1位17歲，講是身軀無錢才會來搶檳榔檔。詳細犯案的動機，警方佫需要繼續來調查。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南投警方總是動員157人次，抓到1件食毒塞車、3件食酒塞車。提醒咱的觀眾朋友，千萬唔通摕性命來搏。食毒塞車，親像隨機殺人。拜時會知影，南投埔里分局一中山路查到一個47歲細娘的查甫食毒塞車，警方當場依法逮捕。你糖仔甲迄種有嘛？攏有在用吼。47歲梁姓男子駕駛自小客車，當場在車內取獲俗稱喪屍煙彈的依托米酯、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等毒品證物，並經唾液毒品快篩試劑檢測呈現陽性毒品反應，警方也立即依法逮捕移送法辦。除了查到這件食毒塞車的案件，南投縣警察局拜時嘛是專員進行道路臨檢，半工就閣抓到食酒塞車3件3人，摕到毒品的現行犯1個，通緝犯1個，過期移工2個，嘛各發一般的交通違規55件。截至6月16日止，本局已強力查獲各類毒駕案件共69件，法規對毒駕絕對嚴懲，最高可重罰新台幣36萬元，直接吊銷駕照；若因而致人死傷，最高可判處10年重刑。警方表示，唔通叫是5、2節連續假期，若袂執法，南投縣的各分局嘛會實行臨檢，互用路人會當有一個平安的假期。記者洪秀南投報道。行政院推動修法，成立中央指揮小組，是要對境外阻擋毒品入境。
規劃要互退休的軍警組成第5級保全進入學校內底調查。毋過也有立委煩惱講，安尼是會造成師生驚嚇。也若是全國總是提醒講，家庭教育也是這防治毒品真重要的一部分。互人合作強勢演段，伊同米子新型毒品最近是愈傳愈嚴重，已經甲提升做1級毒品。行政院推動修法，包括加重食毒洗車的刑責、預防性盜照等等，要建立4德掃毒的風扇，甲4領閘一網。包括各縣市的警察局調查站憲兵下校，其中因為校園內部警察調查單位，政府會推撒第5級保全，來自退休的軍警人員。具備有安全防護的概念的一些軍警人員，這些退休以後進入到第5級保全，學校必須要跟警察單位簽訂資源協定，也就是有情資的整合進來以後，那警察可以進入到學校裡面來做查緝的工作。要說第5級保全調入立委正面看待，不過也煩惱，若是校園違教的現場變作一塊中血，處理袂好勢，恐驚會造成師生的驚嚇。行政院願意編列預算讓校園可以多一些校安人員，然後由退休軍警來擔任，這個我支持。但這個編制必須要歸學校系統來管，而不是說成為軍警系統的在校園的派駐單位。那這個當然會引起校園恐慌。過去確實警方入校園是有相關的禁忌，但是只要是能夠校方跟警方能夠把教育單位跟警政單位做一個好的橫向連結，大家有高度的共識，後續就是執行的問題了。中國教育產業總工會是提醒，相關辦法應該重視未成年學生的個資甲身份保護。另外也呼籲要防止毒品流入校園，除了基本的源頭管制，其實家庭嘛應該納入防治體系，和預防網絡會當更加完整。很多的弱勢家庭、單親或者是高關懷、可能高風險的家庭，可能這些家庭出生的小孩子，他特別需要關注。建議行政院應該有第6級保全啊，就是家庭教育法這一塊，還要再去更深入的要求家長的責任才對。除了校園防堵，政委季連成也表示，未來政府會加強公共場合、學校甲網絡平台宣傳，嘛希望各縣市的政府警察單位建立檢舉專線的窗仔，方便處理任何的證據。記者綜合報道。因為中東的局勢真緊張，這豪華的杜拜朱來米棕櫚島5星級的飯店，這陣煞是變甲零零清清。所以講飯店就推出優惠，甲這一暝的介紹降到平常時的1/4。希望就算講外國客無來，在地人嘛會當來遮度假。不過這在地人來度假，袂親像外國客待遐爾久。飯店時間內會當盡量維持佇咧賣減薪水、賣裁員的狀況。互人看做杜拜車花向頂的朱米拉棕櫚島，這幾個月遊客減少。不過島上的頂級飯店佇週末的假期重新吸引人潮，來住的旅客大部分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當地居民，帶出人大細來遮享受度假的時間。飯店推出各種度假的優惠方案，毋但房價降到原本的1/4，閣提供客房免費升級，無限次水上樂園門票、SPA抵用券，甚至全部的房間錢攏會當來拄餐廳的消費，成功帶動人潮短期回流。因為中東局勢緊張，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空襲，戰火延燒到海灣地區。升等杜拜長期以來中東安全歷久的形象，致使國際遊客唔敢來。過去杜拜互人看做是全球資本家甲好野人的避風港，專門做好野人生理的頂級飯店。即馬空落落，無人敢來住，為着要求生存，棕櫚島的奢華飯店即馬攏改搶國內市場。頭一擺下價下價低，就是要搶國內的人客。Luxury in Dubai become affordable for a resident in Dubai. Before it was just for, rich, very rich people only. 這間充滿泰式風情的安納塔拉度假飯店，就算是大降價，生意嘛無像較早。平常時大房率是大約20%到30%，假日是70%到90%。至少有5層樓因為無人住，全係關起來。其他親像芳尊飯店，因為無啥生意，目前已經暫時關閉翻修。戰爭進程，杜拜每當接待1950萬名遊客，規個城市有827間飯店，其中的173間5星級的飯店，平均的大房率是攏超過80%。I think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length of stay. And we see that in our operations. So your staycation business is essentially 1 to 2 nights, and that's it. So maybe check on a Friday, check out on Sunday, or check in Saturday, check out Sunday. Whereas previously,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y might come for 1 week, they might come for 10 days, 2 weeks' time.
安尼的經營模式，至少互安娜塔拉飯店佇個無降薪水、無財源的情況下，維持正常的財務運作。毋過，這毋是固定的拍算。羅賓遜表示，因為暑假來啊，真濟家庭會等於厝票爛，規家伙仔度假的人數可能會大大減少，可能愛加上寡對策，和遊客回流的速度佫較緊的。美伊停火的談判已經維持2個月啊，波斯灣地區也是不時會發生罷工的事件，互旅遊業帶來袂少的壓力。杜拜甲首都阿布達比飯店的一寡員工，佇個戰爭期間甲戰後，被逼綁無薪假，也是薪水費用減少40%，一直到最近才恢復正常。公司新聞心樂會編譯。法國巴黎塞納河過去這污染是真嚴重，這陣是已經整治成功20冬啊，水質是更加好，甚至頂一屆奧運這鐵人3項的比賽也佇咧接比。即陣這水中的魚仔，即寡物種也加真濟，這就成真濟少年人來遮釣魚仔度時間，連帶這附近釣具行的業者生意也加真好。住佇咧巴黎郊區的德洛姆，一早起來舉一支釣竿，就去聖馬丁運河的河邊準備要釣魚。像這種情形，佇真濟國家攏捌看到。不過德洛姆伊並無一直停佇咧固定的地點，是四過行、四過看，經一個較介意的所在才開始釣。Ce qui va être essentiel, ça va être la mobilité, du coup de pouvoir bouger, de pouvoir changer de spot, vraiment de découvrir aussi des nouveaux endroits. 聖馬丁運河佇咧塞納河北邊的正花，自巴士底廣場一直流到維萊特科學城，連接塞納河的主樓，抑個烏爾克運河，是巴黎市民正介意去的戶外活動所在，也是塞納河整治成功20幾年來，城市釣客介意去釣魚的所在。這馬社群平台正流行，來遮釣魚的也有真濟少年人，像這位佇咧釣魚的師傅，才15歲。因真愛甲因釣起來魚翕做相片，或者是翕做影片，放去啲 IG 這種平台等互朋友看。Mais maintenant, les gens ils veulent se reconnecter un peu avec la nature par moment, et ça les sort un petit peu de leur bulle qui est avec le téléphone. 除了徛佇咧河邊釣魚，有業者提供船釣的服務，並且用新科技，互坐船的遊客佇咧釣魚的時陣，也當看到水底下的即時影像。不過因為市府的規定，這種活動是限定愛佇咧巴黎市區以外。Donc voilà, après je comprends chacun son point de vue. Nous en tout cas, on est ravis de mettre ça à disposition de nos clients et qu'ils puissent voir tout ce qui se passe sous l'eau quand ils passent une journée. Parfois c'est magique de voir tous les poissons, les silures se balader, voir les poissons qui suivent derrière le leurre, ça donne de l'adrénaline. 巴黎城市釣魚另外一個特色就是釣客甲魚釣起來了，袂走轉去厝內食，佇相片、影片攏翕好了，就甲魚放轉去。就算因有安尼生做，動物保護團體對這種休閒文化依然是無贊成。En fait, le fait de pêcher, ça provoque de la souffrance animale. Et même si on relâche les poissons, ils sont blessés, ils ont vécu un stress intense en étant sortis brutalement de leur milieu, c'est-à-dire qu'ils se sont asphyxiés. Et en fait, tout cela, ce n'est pas neutre. 巴黎市政府希望會讓佇咧愛釣魚的團體，抑個動保團體之間找一個平衡點。至即馬是也無按算要制定國家嚴格規範。公司新聞徐嘉玲編輯。鏡頭來看越南河內，真濟人對這印象就是坐佇咧人行道的塑膠椅仔頂頭食咖啡、食點心。不過，這款街景未來可能是看袂到啊。因為當地政府是當咧整頓市容，掠這非法佔用人行道的販仔，甲違規停車。有人是認為講這款做法真好，不過也有人認為講安尼河內特色都無去啊。手提點心拿，剎餐車的販仔佇街路轉來轉去，加的塑膠椅囥往下口，民眾佇路邊淋米露食河粉，長年以來這是上代表河內城市風景。Vietnam or at least Hanoi food compared to the rest is definitely how authentic it feels and how fun it is to find out these little alleyways to go and explore the food. Because typically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street vendors are lined up in specific spots. 火車駛過有名的火車街，南邊客灣各個遊客小坐體驗，甲列車小小心的驚險刺激。不過最近當局改變過去擁穩的態度，強烈處理非法佔道甲違規擺檔，也考慮將罰款增加1倍。只是袂少遊客認為，這種會當試過體驗風味、踏進生活的巷仔文化，才是河內上吸引人的所在。I feel like it's not a very good idea to just disallow these street vendors to sell their food along the streets and whatnot.
because tourists come for this sole purpose. And if you remove this identity from Hanoi, it just brings about that lack of uniqueness, that lack of creativity in Hanoi. 外國遊客講，味道在真正恐驚好好來失去靈魂，不過也有人支持政府加強管理，因為安全無用穩疏忽。 It's good in its own way because it is about keeping people safe, and the whole point about visiting a country is going there in one piece and coming back home to your loved ones in one piece. 在人行空間安全管理甲社區特色之間，何來當便利簡單的選擇？制造以街路文化出名的古城，安怎在嚴格整頓了後，也保持在地風景考驗當局的智慧？公司新聞的意思編譯。下半部的天氣來看各縣市的詳細資料。北部地區30度到36度。 中部地區30度到35度，南部地區30度到35度，東部地區29度到34度，外島地區27度到31度。 做回來關心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您收看今日這個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明仔載下晡3點再相會。